陈总，这只有10亿，还一半。您别着急嘛，还差最后一步，还是需要您帮我这个项目。帮忙可以，赌博不行。我对赌博可没有兴趣，我只是想让您用您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一个美股证券代理。证券代理不错，我要让他在3天之内翻一番。小顾总，你这小兄弟还真好玩啊！3天之内10亿赚20亿，那要我干什么？大刘哥，我否信你这些能力。对。大刘哥知道，我们顾家呢在内地也是做股票基金代理的。这个呢是陈汉在我们公司的账户，短短1个月之内，从500万本金赚到了1个亿，这放眼整个内地都是神一样的程度。哦，我刚好有个朋友在玩股票，让他给你开问题。